好，再来看这回量14岁教宗的就职台顶呢，咱国是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去参加。对特别的画面当中呢，咱会当看到这陈建仁是甲美国的国务卿，也就是鲁比欧的互动。陈建仁是表示讲，除了甲新教宗恭喜以外，也来传达赖总统对台湾感情经营的愿望，嘛希望未来教宗有机会会当来访问台湾。 古镇担任总统特使，前副总统陈建仁出席天主教新任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，受到教廷方面热情欢迎。也对教廷特别会面，也翕到陈建仁甲美国国务卿鲁比欧互相门口开讲。代表咱国务会，陈建仁讲，除了向教宗良14世致上圣地祝福，也传达赖总统对台湾邦谊继续深化的期望，并且希望教宗未来有机会访问台湾。总统很关心台湾之间能不能够更上层楼，然后彼此之间呢有更多的互信，然后彼此的邦谊能够更加的促进。当然，我们也很盼望教宗有一天能够来拜访台湾。就职弥撒开始进前，教宗良14世坐白色专车向伫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徒握手致意。清晨4、5点，许多信徒已在场外排队，见证着历史时刻。现场戒备严密，军警与特勤小组全天巡逻，并部署狙击手与反恐小组，确保各国元首以及代表安全。现场有25万人来观礼朝圣来看教宗，也来自美国游客挑工摕美国国旗来见证史上头一位美国籍的教宗。We're very, very excited. He's the first American Pope. Yes, we're very proud of that. Gioioso e felice. Siamo arrivati adesso, non l'abbiamo visto Papa Leone, però io lo avevo già visto prima. Mi piace come personalità e spero che comunque possa continuare il percorso che Papa Francesco ha aperto. 良14世正做全球14亿天主教徒新领袖，也来教廷是咱国伫欧洲唯一邦交国。台湾83年邦谊也希望继续延续推进，建立台湾关系新的里程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